来看到来躺下做运动嘛是袂歹的代志，这是迎接金鼠年好运年，鼠年生肖体操即马当着时。迎接金鼠年，物理治疗师简文仁家己设计这款金鼠年如意体操，结合鸟鼠啊，互人感觉真古锥，反应真紧的形象，来春轮练平衡感，搁再配合到高脚安尼啊屈落去，练大腿力，也搁有尻川皮的筋力，认真跳几分钟，绝对会大力汗、细力汗。 过年快要到了，很多人都会有年节症候群，常常会腰酸背痛。而在我旁边的呢，就是有着40年物理治疗师经验的简老师，赶快教我们挑战一下鼠年如意操。好，鼠年如意操，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动作，如来挥宝。拍开双手，就亲像照啊电视共款，背顶背的来震动这个手骨，莫小看这个动作，佫会当来练手的经脉。跑个3分钟，相信会气喘吁吁的。伫咧原地来走嘛，会当强化身体的功能，加入洗手的动作，提醒民众伫咧流感的季节，都要注意卫生。腰要挺直。 弓箭步，迎接鸟鼠年，物理治疗师简文仁独创的鸟鼠年如意运动，一项鸟鼠古锥另外的外款，咱像是将双手举好悬，顺着头甲颔骨仔一路摸到脚底，做全身纯电的运动。另外，这个动作是真有挑战。最巧，哎呦！ 若是一无注意，就会摇来害去。这个时阵，就要赶紧找着平怀，训练身躯的稳定，先收缩核心，将尻川夹落按，将一只脚放起咧另外一只脚的脚头夫，再搁坐对后壁去，用高脚徛咧扶落去。肌少症现在很多都是老人家的问题，所以老人家特别要注意强化你的肌力。年轻人也一样，做肌肉收缩运动。肌肉收缩运动包括我们刚刚讲的，比如有点深蹲，有点弓箭步，有点挺拔。 哦，这些都可以强化你的肌力。每一年拢来创意做这个生肖的体操，看袂出来已经65岁。今年就特别退休的简文仁，同款真有少年人的活力，真趣味的运动甲动作，总是声民众来你看。重点也是要提醒大家，过年放假千万都唔通忘记爱运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